電台嘅節目亦都中斷，軍方宣布實施戒嚴，即時軍法管治。陸軍總司令仲提出任代總理。軍方控制咗政府總部同他信嘅辦公室，副總理期差同多個官員被拘禁。由於軍方宣布全國學校停課，政府部門、銀行同股票市場休息，街上冷冷清清。有人支持軍方嘅行動。仲提朝早喺泰王畫像面前發表3分鐘電視講話，佢話他信導致國家貪污腐敗，幾個月嚟政局混亂，若果繼續落去會影響國家安全，甚至危害泰王嘅安全，所以要推翻他信。仲提又向公務員解釋新嘅政策，軍方承諾2星期內委任新總理，出年10月舉行大選。泰王晚上宣布委任仲提為新成立嘅改革委員會主席，要公務員從今開始聽從仲提嘅命令。我哋記者李津呢，今日就趕到去曼谷啦。我而家先同李津傾下先啦。李津啊，我哋睇到外電拍翻嚟嘅片段，同埋我哋自己影嘅片段呢，泰國氣氛好似都唔係好緊張啊。你現場感受到點啊？許方輝啊，其實咧今晚曼谷嘅氣氛咧，同平日嘅曼谷咧嘅夜市咧，其實就唔係差得太啫。好多市民咧都照樣出夜街啦，而係有好多市民咧嚟到呢一個四面佛一島咧係參拜㗎。咁唯一同平唔同嘅地方咧，就係喺啲主要嘅街角咧都有士兵喺度站崗。咁啊，今日咧請嚟黃崇山先生嚟講下泰國嘅形勢㗎。咁黃生香港嘅商人啦，帶嚟泰國投10年嘅時間㗎啦，投資包括泰國嘅架空鐵路㗎。係啦，黃生，你覺得整體嚟講咧，今次係好事定係壞事咧？政變咧就梗係唔係好事㗎啦，但係咧就喺泰國嘅情況嚟睇咧，呢個政變咧好戲都係避唔開嘅，同埋呢個政變可以帶嚟嘅咧就係呢一個政局嘅明朗。咁喺我哋投資者嚟講咧，或者係啲商家咧，做生意最緊要咧就知道嗰個國家嗰個政策啊、政綱啊，同埋即係嗰個即係政府嘅情況。個咁好要好明朗，咁經過咁樣嘅話呢，就政府都已經公佈呢2個禮拜後呢就會有新，同埋1年之後呢都會係一個大選舉。咁如果選舉係個新政府，呢個係即係會係有新嘅局面啦。咁講呢就係我好相信多數嘅商人呢，同埋即係外國投資者呢，就係好想見到呢個局面嘅。呢個呢就會帶嚟。即係各種嗰個信心咧，因為目前咧呢個連埋呢個係點解即係今次嗰個政變好似市面咁平靜咁樣？平靜，因為我感覺市民都應該有個即係心理嘅準備，一定會有啲大嘅動作嚟解決呢個局面嘅，因為兩邊都唔相讓。唔該晒黃生，咁我哋訪問黃生到呢一度，唔該晒佢。咁而家將傳送俾香港嘅許方輝。好啊，唔該晒李津，繼續留意住曼谷嘅情況啊。軍事政變以往喺泰國係以往泰國政治嘅特色，而今次就係15年嚟嘅第一次政變嘅軍人領袖仲提話咧會盡快還政於民嘅。而今次政變事前有好多蛛絲馬跡，有泰國人就認為軍人係得到泰王嘅默許。泰國由1932年開展憲政到而家，總共舉行過20次大選，亦都經歷過20次軍事政變，政治動盪隔幾年就有一次。泰國過去70年有過20位總理，組建過48屆內閣，同埋頒布過15部憲法。不過，對上一次軍事政變已經係15年前嘅事。軍人政權上台1年之後，即係92年嘅5月，軍隊血腥鎮壓反對佢哋嘅群眾，泰王出面喝停。自此，泰國基本上係由文人執掌政府。今次軍事政變早有蛛絲馬跡。上個月，警方發現停響他信官邸附近一架汽車入邊有炸彈，後來起訴一個陸軍中尉，
早向今年年初嘅政治危機爆發嘅時候，一直傳出陸軍總司令重提會有所行動。今次發動政變嘅正係重提。商人出身嘅他信並冇軍事背景。今年4月，國防部長曾經警告反對派唔好得寸進尺，顯示佢一派嘅軍人可能較支持他信。今次政變之中，國防部長已經被拘捕，他信會唔會糾集到支持佢嘅軍事力量，令到泰國出現軍事對峙，係各界最關注嘅。根據泰國嘅傳統，出現咗咁樣嘅政變，各方嘅人士都會好快表態。咁特別係泰王係會，即係佢有責任去做呢一個工作。咁所以佢出咗聲之後，就算真係有好同情他信嘅將軍，都應該會根據而家嗰個狀態配合翻現有嗰個軍事政府嘅施政咯。根據泰國憲法第7條，國王響適當時候可以充當最後仲裁者。泰王普密蓬響國民心目之中地位超然，佢歷嚟響政治上保持中立，但係亦都好幾次出面調停政變。92年軍隊鎮壓遊行群眾，打死40幾人。泰王召見軍方同反對派領袖，嚴厲斥責雙方領袖，敦促盡快和解。最後軍方領袖宣布辭職，泰王任命咗新總理。流血事件4日之後就宣告結束。有泰國華人相信泰王默許今次政變，叛軍領袖將會得到赦免。政變團呢要把他發動軍事政變這個罪名啊，最終要求國王簽名赦罪給他，赦免他的這個罪過。這是歷屆發動軍事政變成功的人都一定會得到這個待遇。有意見認為，今次泰國政變，軍隊擔當守護神嘅角色，有別於過往嘅局面。一個政朝進行咗1年半載都冇妥善解決辦法，好多嘅國民都真係唔耐煩，所以亦都唔會對呢一種嘅軍事政變，只要係和平嘅話，唔會好反感。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呢，軍隊就自稱係其實佢先至係民主政體嘅守護神。咁呢個理論呢，就係喺土耳其嗰類國家就最盛行嘅，因為佢歷來有經常有軍隊嘅干政，咁但係一直都有選舉，咁民眾亦都唔係好抗拒。但佢認為軍人以後能唔能夠真正保持中立，仲要睇局勢嘅發展。我哋跟住同曾廣標傾下啦。係，曾廣標睇而家局勢好似好平靜啊，但係你睇個發展會係點樣咧？我最緊要睇咧就話咧，泰王實際個意思係點啦？即係而家暫時嚟講係默許嘅，有得咧即係發動政變呢班人咧就以佢個名義啦嚟接掌政權咯嚇。咁但係嚟講留意到咧呢個最新成立嘅政治改革委員會咧，全部都係嗰啲軍頭嚟㗎，就冇咧皇帝嘅樞密院嘅任何顧問咧係參與其中嘅。咁所以嚟講咧，即係皇帝就可以留得着㗎嘛。如果啲人民覺得嚟講咧，都係咧反對咁嘅政變嚟講咧，國王亦都可以嚟講咧，就話與己無關啦嚇，係有啲軍人咧係發動政變嘅啫。咁另外仲要睇翻咧，就軍隊裏邊咧係咪咁一致咧？係咪成個軍隊嚟講咧都走出嚟咧去推翻呢個他信咧？如果係咁嘅情況，他信自己都唔敢去外訪啦。他信以為自己仲有好多牌㗎，佢軍隊裏邊嚟講亦都有唔少嘅支持者。有啲講法嚟講咧，就他信其實想先發制人咧，炒咗呢個仲提添，或者嚟講因為仲提咧本身回教徒啊嘛。最近我知道咧南部呢幾個省府裏邊啲回教徒叛亂啊好厲害啦。咁咧本來嚟講咧喺紐約咧就咧呢個他信咧就透過視像會議召見啊仲提佢哋啦，本來駁斥一番嘅，即係話點解嚟講喂呢排咁多炸彈啊咁之類啊，鎮壓不力係啊鎮壓不力㗎，咁要求咧就換一啲人嘅嚇，未必即時係換啦仲提嘅。咁但係點知嚟講咧，即係咧仲提根本都唔睬佢，都冇開呢個會。咁跟住咧傳出咧就話咧有啲坦克啊喐嚟喐去咁嘅情況啊，咁咧就所以嚟講他信咧就尋晚咧佢就喺紐約嗰度咧想透過咧泰國電視台宣佈咧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令咯。咁但係嚟講咧都冇乜電台 show 佢，得個電視台播出嚟，播下又都中斷埋。咁跟住咧啲軍隊又開入政府辦事處啦，咁啊播出咧軍隊佢哋自己發出嚟嘅聲明咯。我留意佢哋發好多聲明咧，都係包括咧就話咧皇帝咧係支持佢哋嘅，泰王支持佢哋嘅，呢個係佢哋自己嘅講法嚟嘅。但係關鍵會唔會係頭先你講話就係軍隊入邊支持他信嗰啲將軍，佢嘅行動會係點？係啦，其實嚟講咧好多講法都係話咧，即係喺尋日嘅時候咧，大家兩邊嚟講都睇下咧邊喐先咁之類嘅。咁咧就咧他信頭以為自己先發制人啦，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令啦，但係實際嚟講咧，佢啲兵喐唔到啊，因為如果喺個調配嘅人手嚟講咧，佢想炒下仲提啦，佢想叫仲提啦，即係向呢個倫華咧就係咧最高司令啊嘛彙報，但係倫華咧個有猶豫，我知道嚟講而家最後個6人委員會，所謂呢政治改革委員會，倫華就落喺裏邊做埋顧問添，咁變咗嚟講咧就話他信咧，佢剩翻喺最高層嗰度咧暫時係冇人嘅，係剩翻啲中層嗰啲喺度咯，咁睇下呢啲人嚟講咧會係
點樣睇咯。咁另一個重點其實就係他信自己本身啊。咁消息就話咧，佢即將咧就會去到倫敦㗎。咁究竟佢動向會係點咧？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